終於到我批出永居啊，又可以同大家分享我嘅經驗啦。今次呢條片呢，我係講下我作為一個普通證嘅申請人，用咗幾耐批出啦，用咗咩文件同埋中間嘅流程填表嘅資料嘅。如果大家對填表嘅過程冇興趣，只係想知道我係用咗幾耐批出同埋最後交咗咩文件呢，大家可以拉到去呢個影片嘅最後就可以噶啦。頭盔時間，小妍唔係啲咩專業移民顧問，呢條片純粹個人經驗分享，有咩疑問大家真係要問翻專業意見喎。我會分享我嘅填表經驗啦，不過我鼓勵大家其實係唔使咁早填表㗎，因為表格有時會更新，甚至咧我而家錄音嘅時候2個禮拜之後系統就會改啦，到時嗰個填表嘅流程或者嗰個界面有咩唔同都唔知道。為咗避免喺系統有咩混亂咧，我建議大家越遲填表越好，反而多啲上網睇資料，知道份表要填乜，預備足夠嘅文件就夠㗎啦。咁講翻我自己嘅個人經驗先啦。我係響申請之前2個星期就開始填表，我唔敢太早填啦，我驚佢份表格有咩改動，令到我嘅申請有咩問題就好麻煩噶啦，所以我大約用2個星期之前嘅時間開始填啦。咁我先講下填表之前，我哋應該準備好啲咩資料，方便我哋填表嘅時候可以一氣呵成啦。首先你要有申請 Visa 嗰一本主要護照，然後係其他曾經喺 Visa 有效期內使用過嘅新舊護照。香港身份證，如果你有 BRP 同埋你嘅 NI， 揾翻啲號碼出嚟，揾一個 Excel 寫低你嘅離境日子清單，包括你嘅到達英國日期、離開英國日期、目的地同埋你嘅原因。Life in the UK 嘅成功編號同埋你嘅英語能力證明。另外，與 Visa 相關嘅一啲批出信件、續簽文件等等啦，嗰啲到期日啊、參考編號啊都要揾翻出嚟。仲有就係各項違規清單啦。如果大家特別，我諗講緊嘅就係交通違規事項嘅編號同埋日期啦。我錄音嘅時候仲未可以用呢個 app 去申請填表嘅，不過我估即使用 app 咧，其實佢嗰份表格嘅內容應該都係大同小異，希望都俾到大家啲參考啦。開始填表，我去 Google 嗰度 search BNOILR， 跟住就會見到呢一個頁面。正式填之前，我都會睇晒佢喺填之前寫嘅所有字，睇下自己有冇嘢遺漏啦。條文提到你應該係連續居英5年，28日之前可以申請，同埋每年唔可以離英超過180日。特別提醒大家，學生簽證同埋 LOTR 係唔計算入你嗰5年有效居住期內㗎。大家可能都會猶豫，到底應該點樣數嗰28日呢？我數28日嘅方法係喺 Visa 到期日向上數4格。再打橫褪多1格，嗰一日咧就係我嘅最早交表日啦。網上有人分享倒數4行就得噶啦，不過我個人咧就比較保險，我想加1日，安全少少。官網繼續提醒我哋記得要有 Life in the UK 同埋要有英語證明。另外要留意每一個人都要獨立申請噶。不過關於 Adult Dependent 呢個問題咧，都有好多變數，亦都有好多條文嘅改動，小妍真係唔識答啦。留意18歲以下嘅小朋友一定要同父母一齊申請永居。如果父母其中一方係唔符合資格，大家可以睇下小妍之前嘅影片，講下幫子女續簽嘅一啲注意事項啦。官網特別提醒我哋，除咗填表之外，成為3029磅，另外你要打手指模同埋要影相先叫完成程序㗎。最緊要申請期間千祈唔好離開英國，否則你嘅申請就會被終止。大家都好擔心快證嗰個問題，你俾多500磅，佢就會有 Priority Service 5個工作天。以上資料睇完都冇問題，我哋開始填表。你有冇其他申請正在進行中？應該係冇嘅。你而家係咪位於 UK 境內？理論上應該係嘅。跟住就係一個登記電郵，然後去 Verify 嗰個電郵，同埋證明嗰個電郵係屬於你自己。你有冇透過移民顧問申請？另外，你申請嘅永居途徑係邊一條？梗係 BNO 啦。第2部分填寫申請資料，唔該睇清楚，你填緊嘅呢一份應該係 setO，唔係就跳翻出去揾嗰份啱嘅。寫低你嘅大名同埋官方名字，記住花名係唔計嘅，可以用嚟聯絡你嘅 email 同埋電話號碼、地址同埋婚姻狀況。國籍同埋相關資料，你可以揀 BNO， 或者如果你係用特區申請，你可以揀香港特別行政區 of China。
填完相關資料之後，通常佢都會問你仲有冇其他國籍，咁你繼續填落去啦。如果有 BRP 就填埋佢。比較令人猶豫嘅地方係，無論你填 BNO 定係填特區護照，佢都會問你有冇一個 non-UK government 發出嘅 identity card 㗎。咁有朋友咧喺 BNO 同埋特區嗰度都有填到香港身份證，有朋友咧就淨係喺特區嗰度填，兩個都批出過，所以大家咧都唔使太擔心嘅。然後係關於你嘅住址嘅問題，以及你嘅居住情況。關於呢一條啦，首次進入 UK 嘅日子咧，有兩種解釋啊。有人咧係填佢嘅簽證生效日，有人就係填首次入境日，兩種寫法咧都有人批出過嘅。不過你留意，如果你係填簽證生效日係你嘅 first enter in UK 啦，咁你記得喺 absent day 嗰度寫翻由你第一次批出 visa 到你第一日入境嘅嗰段 absent day 啦，咁就安全噶啦。不過我個人就覺得咧，似乎填我 visa 期內首次入境日好似合理啲咯。然後係問你有冇一個有效 visa， 應該有啦，同埋嗰個 visa 嘅到期日。跟住嗰兩條問題咧，要睇清楚少少。一條係問你有冇喺英屬群島住超過2年、3年、5年啦。另外一條就係問你嘅離英日子啦。大家就按自己嘅情況如實填寫呢5年裏邊，你到底有幾多日子離開過英國啦？包括你去邊度、幾時抵達英國、幾時離開同埋原因。如果你話我中間咧，好似譬如啦，我翻咗香港，然後中間再去咗日本喎，咁點算啊？你嗰啲比較複雜嘅情況咧，你可以喺佢下面嗰個方格裏邊解釋清楚嘅。另外佢會問你喺你嚟英國之前，你有冇住過喺邊啲地區啦？咁當然你要留意下，除咗你常居住嘅地方，正常應該係香港啦。你嘅出生地，你曾經喺海外留學幾年，或者你有長期出外公幹嘅地方，都應該要寫落去啊。不過亦都有朋友理解咧，佢只係填咗常居地同埋出生地，海外留學同長期公幹，佢唔覺得自己係住喺嗰度，所以佢冇寫落去個表格裏邊啦。咁佢都批咗嘅，所以就大家按自己嘅理解去填呢一份表咯。然後填翻你嘅 NI number、Life into UK test， 將你嘅編號填落去。你嘅英語能力證明，你到底係喺英國讀書，你係有一個英語授課嘅 degree， 定係你考 B1 呢？自己填翻。不過留意下，如果你係揀 B1 嘅話，我建議大家係上載你嘅 PDF 證書，係好過俾一個 number 佢嘅，因為免除移民官咧，佢要另外再幫你向第三方機構核實啊嘛。有張證書一睇就知啦。亦都有網民分享過，雖然佢提供咗 B1 嘅成功編號，但係移民官都想佢補交證書㗎。跟住係一大堆聲明部分，包括你有冇喺英國或者英國以外有過任何移民相關嘅問題啦？你有冇違規事項？如果你有違規事項，就喺呢一度填寫啦。例如誤入 bus lane、超速或者其他不小心駕駛嘅記錄等等，都係喺呢度填寫嘅。提出聲明，你有冇涉及任何戰爭罪行或者任何恐怖組織活動？呢一條問題 person of good character 咧，小嚴都猶豫咗2秒啊！死啦，我係咪一個好人呢？唔係，題目係問我哋有冇參與過任何活動令人懷疑我哋嘅品格，咁正常應該係冇嘅。去到呢一題，提供 Home Office Reference Number， 咁我哋最主要梗係提供我哋 Visa 嗰個 Reference Number 啦。喺我哋嗰一封 Visa 批出嘅信件裏邊，應該有一組16個數字嘅號碼嘅。咁其他 YouTuber 都有教要提供其他號碼啦，但係當刻咧我揾唔到，我冇提供，我淨係提供咗呢一組號碼啫。去到尾聲，佢會問多一次，你到底係咪 BNO holder 啊？你係咪用 BNO Visa 申請啊？你有冇 BNO passport 啊？同埋有冇人同你一齊申請？因為小嚴咧係俾屋企人提早幾個星期批出 Visa， 所以我係自己申請先噶。如果大家咧要同埋你嘅仔女一齊申請，咁你就可能填 yes， 跟住就填佢哋嘅資料啦。唉，最瑣碎嘅部分終於填完啦，檢查資料。下一部分財務情況。呢一部分我淨係見到一條問題，你有冇申請過任何 public funds？ 如果冇，就冇問題啦。下一部分文件與聲明。呢一部分主要係幾個 tick， 你是否同意披露個人資料俾佢核實調查啦？你有冇同其他人共同持有文件，例如 Council Tax 啦？對方是否同意披露資料啦？有冇第三方財務支援？對方都要簽名，類似係咁啦。同時佢會俾你 download 3張 consent form， 第一張一定要簽，因為你要同意披露個人資料。第二、第三張你有共同戶口持有人同埋有第三方財務，對方就要簽名啦。
然後就係佢提出你需要提供嘅文件清單，咁個個都係點都會有啲唔同㗎啦。咁我俾我嗰張大家參考下啦。特別留意一下最底藍色嗰項，佢講到明咧銀行嘅 statement 同埋一啲私人公司嘅帳單或者叫 household bills 啦，就係唔係幾好嘅，用嚟證明你嘅proof of living 啦。咁其實簡單啲嚟講咧，唔係話呢啲唔得，不過咧移民局係希望傾向你俾一啲官方文件佢，認為方便佢核實啊嘛。如果你手上嘅官方文件你覺得係唔足夠證明你嘅 proof of living， 當然提供呢一啲文件佐證可能都係有好處咯。跟住落嚟，佢特別提翻你成個嘅程序，填表付款，跟住會將你轉介去第三方機構，你就要上載文件、拍照同埋打指模啦。嗰個第三方機構就係 TLS Contact， 我遲啲先拍片講佢啊。檢查資料。佢提醒你，如果萬一你嘅永居申請唔成功，佢會按你嘅情況決定俾唔俾你一個延續居留，當然你要俾NHS 嘅費用啦。再一次聲明你係咪申請本人，檢查答案。去到呢個版面就係大家所謂嘅搶快證啦。呢一個咧係 standard 嘅版面啦。如果你要搶快證嘅話，你應該要見到一個3529嘅價錢俾你選擇啦。咁選唔到，第二晚請早啦。如果你唔係即時遞交申請，佢係會俾一條 link 嚟俾你 email 翻俾自己，下一次用翻嗰一條 link 入，你就可以繼續填交申請噶啦。呢一度有講明你嘅申請會保留10個星期，不過當然最好唔好咁耐啦。順利嘅話，你就喺合適嘅日子付款，記得俾錢，記得俾錢，記得俾錢，跟住就會轉介你去第三方機構上載文件同埋打手指模啦。分享下今次我遞交咗啲咩文件呢？第一類文件應該個個都差唔多嘅，就係 BNO passport 啦、特區護照、身份證、eVisa Capital Visa 嘅申請電郵嘅 PDF 版，同埋我嘅2張 consent form。英語能力證明我提交咗 B1 證書，家庭關係證明我提交咗結婚證書。Proof of living 咧，我提交咗3個文件檔，一個係5年 Council Tax 裏邊咧，因為我曾經申請過要更正我嘅名字啦，我就連埋嗰個 email 嘅往來都夾咗喺最後啦。第2份係我過去幾年嘅交稅記錄，但係因為交稅咧係延遲1年進行咁啊，所以我係冇2025至2026年嘅 tax summary 㗎，因此我就交多咗一份我嘅水費資料嚟到證明啦。就係咁，18個工作天之後，我就批出咗永居，3月31號批出㗎。我係3月3號交表，然後3月5號上去簽證中心打手指模㗎。咁我就喺3月4號嘅時候將所有文件 upload 晒上去簽證中心，3月5號上去打手指模。打完手指模之後，等31號18個工作天之後，我就批出咗啦。希望呢條片裏邊嘅資料對大家有用啦。下一次我會分享下 TLS 裏邊嘅一啲慘痛經驗，同埋我幫個仔申請嘅時候，我哋會點樣填表啊？大家可以密切留意我日後嘅影片啊！